个家族啊，总共11个人，除了放火这个第2个后生之外，只有头家一个走有出来。啊，大汉后生因为确诊伫个外口咧隔离，逃过死劫，其他8个人拢无命。讲放火这个后生有切到炸气甲火损的前科，疑似甲妈妈口角了后，驶车到附近的加油站买汽油，等来放火。当时有真侪老厝边斗拍火。讲实在，唔敢相信，前一刻才大家做伙咧开讲，后一刻人就无去了。老厝边是痛骂这后生心肝真雄。啊，这间轮胎行伫个网络有5层的评价，风评真好。意外发生了后，网友是留话来悼念。市长林志坚嘛伫个面册发文章来致意，讲会协助家属处理后事。厝内个趁乌烟，消防人员开路，拢要去厝内寻找人。求报条，护送遗体离开现场，处处担心是心情真歹。一间新一市轮胎行火警，敢若处理人冤家，姓陈嫌犯就去甲驶车去加油站买汽油放火。一场火灾，甲嫌犯的妈妈、妹妹、大嫂含一岁孙仔，家己太太各3个后生查囝小事。大兄是职业军人，确诊伫路口隔离，才逃过一劫。大力官、细粒官去警察给铐起来，嘛给保护带。姓陈嫌犯有接到炸气含火损前科，含处理的人烧亮了后总放火，敢若是想要冲登去火场救人，才会受伤。不过伊阁甲警察证讲，本来讲是想要买汽油，甲处理人吓惊，因为食薰才无细力互火倒起来。静静都不讲话的啊，都住在一起啊，都住在这边啊。我看也不错啊，还有孙子会带来带去。火烧个真美，互附近的民众拢围过来看。头家因规口罩拢真好斗阵，只一家火啊8个人去会消息，隔壁的人拢看个真艰苦。前天我还有来跟他儿子、跟他母亲在家里面聊天，晚上9点多啊，都没有异状啊，都很好啊。他们也3个小孩都在里面，怎么可能说做这么狠心的事情？可能临时突发状况。唔敢相信，好厝边已经离开世间，因和隔壁关系嘛袂歹。这间轮胎行伫咧网络名声嘛真好，网友留话甲加油。新一市长林志坚嘛紧伫咧楼面册铺文致意，讲会斗3共安排后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